你再講多一次。邊度有更多所謂嘅糖膏呢？我視頻發咗好幾次，但係都冇咗。可能係呢個方法太平太好用啦。糖膏用最通俗嘅話講就係陰虛燥熱啊，即係中醫藥少咗。喺幾百年前，我哋老祖宗叫佢做消渴。查到視頻嘅朋友，你唔使俾我點讚，你自己記住得噶啦。我怕呢個視頻好快有冇見啊，冇辦法，資本嘅力量，我哋能夠幫到個第一個啦。糖膏就係你身體入邊嘅津液被燒乾咗，糖冇辦法俾利用，就會堆積喺紅色嘅水管入邊，時間一耐，糖就會變多噶啦，津液就會減少啊，咁咧就形成咗惡性嘅循環。咁到底點算好咧？你唔好去補水，補水不如補津液啊！攞玉竹、黨參、麥冬，按照1:1比例放入保溫杯度，掹住嚟飲，反覆沖泡，反覆加水，直到飲到冇味，就咁樣飲。你連住飲，飲下就會有發現噶啦。咁重點係一定要揀道地嘅材料啊，千祈唔好揀到流嘢啊！嫌麻煩唔識揀材料嘅，喺左下角有搭配好嘅材料噶啦，價錢唔高嘅，你自己快啲帶翻去飲起身啦。